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件发生伫个屏东市区的车祸，有一个57岁男子共偷驶拖板车，结果失控，连续来冲撞到徛街、店街，甲停伫个路边的车，嘛甲路顶甲电火条啊弄断。啊，这个男子弄车了后，搁伫个路边放火。好哩加在居民发现，赶紧来拍火，并无火烧厝，即卖已经互带去派出所调查了。画面中，会当看到一台拖板车驶了正紧，沿路共弄过。一声弄了正正难，现场真侪物件拢互弄个歹去。海区警方接到通报赶到现场，当场将这个肇事的查某人逮捕。是安怎啊？我甲你讲，我食来困药啊，惊袂使啦！今仔日早起2点多，这台拖板车经过屏东市归仁路一个弯的时阵，向失控弄规路，附近的居民拢回惊甲精神。绑着什么炸弹拢袂啊吼！哦，好大声，我以为是工业机那个什么爆炸了啦。那一间铁锤出门轰弄派，差点门口的小火车轰弄一个规台拢海去，也有路面的电火条啊、路顶甲路牌拢总轰弄派，连底座拢无去。附近的居民讲，查甫人将车弄歹，落车了后竟然搁放火。伊走去洗门面啊，我拖出外口等警察啊，若无食酒就是食药啊。加在居民及时来灭火，才无造成灾情。这台公路的拖板车车头害甲正严重，挡风玻璃也破去。赛车是57岁姓氏查甫人。警方以窃盗及公共危险等罪嫌，将失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加在这件车祸无造成任何人伤亡，现场轰弄甲歹去的，包括着路顶面体水槽、2间面体甲3台车。一个驾驶偷驶大房车，刚弄规条路搁放火。驾驶无啉烧酒，若是安怎会出车祸？警方搁咧继续调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